声音的户外实景节目，山呐、河巴、太海都是人的好搞。大家跳下来去各地探险，体验真正的快乐。也可以出太到台湾本岛，还会去到离岛接受各种的挑战哦。有的任务爱自家来完成，有的任务就要同朋友共下合作了。在竞争同合作当中，考验大家的耐力、体力同智慧。来，共下来去搞哦！澳洲18点钟，上一集，俺到成员体育排挑战的铁板奔赴同骑马的运动，大家的成绩都所长无乜嘅。今晡日我繼續騎馬嘅發圖，還記得有一個加分題目啊，接下來看下係乜嘅任務啦。你们3个每一队一个代表，我要让马快步跑起来，那我来评分，看你们哪一个表现最好，可以坐在马背上面最轻松的。騎馬嘅騎腳腳，兩歲個派以3人來騎，能人牽得馬嘅走腳腳。跑入過程當中，能人會看乜人騎馬嘅動作較好，嘅組就加1分。马都成功，马上任务立马结束。准备好了没？眼睛看前面哦。来，身体放松，屁股夹，不要飞，好嘞。你有没有觉得你刚刚屁股有没有飞起来？一点点。一点点，我看到了最少5次，表示他的脚没有夹好。脚没有夹好的时候，速度一来了，你的屁股才会飞起来。这样了不了解？好，来做下马动作。下马非常的标准。好，来第2位小朋友加分题。把重心放在屁股上。他跑了一直好了没有？好，来大腿夹紧哦，身体放松，来，身体往后躺，身体往后躺，很好很好，身体往后躺。好，手的力量放松一点，肩膀放松一点。好嘞。好弹哦。停。你觉得你的屁股有没有弹起来？有。有几次？次数比黄队少，但是他的错却是肩膀用力，手用力抓，相对他屁股弹起来次数少，扣分比较少。现在要看你的下马动作标不标准。再来。放松，騎馬嘅動作愛正確，雙腳愛夾hết hết，雙身愛張，腰圍愛頂，配合馬嘅腳蹼來停痛，師傅做唔得細位哦。前面能人獻出阿皮顯嘅動作，做來較正確，恭喜6歲多加1分。到馬場嘅比賽總快結束嘅，在離開以前，為到愛感謝馬嘅辛苦，大家共下來聽遍馬欄，希望馬嘅有一個康健快樂嘅生活環境。離開馬場，接下來我來去農場了。接下來嘅任務就到野田球場來進行，大家愛體驗耕種人嘅生活。今晡日我來體驗農嘅生活，我最喜歡咧。超期待嘅，希望大會有好嘅表現。唔知但日是嘅米飯係樣板來嘅。嗰只談到絲田，加農夫係樣嘅同樣嘅上到田土度。一組細細樣嘅樣板就按到蜂蜜咧。呢個等太容嘅狀態嘅時間，冇乜嘅事情好做，農夫記得都出來做馬雞。
我姓陈哈，一般的人都叫我大陈，那小朋友都叫大陈阿伯。白饭从什么东西变来的？可能我们如果帮忙做家事，知道是米，对不对？那米的前一个阶段是什么样的阶段？可能大家都比较陌生一点点。稻穗。对。年年当地嘅同俺讲米係用嚟來嘅，對各種生出樣嘅絲田等佢出禾村，各禾千米做出飯，都係耕種人辛辛苦苦過後嘅成果。今晡日大家就愛來做細細耕種人，落田來聽做事。大家按你亂喊，係啲嘅做乜嘅呀？原來係啲嘅老阿伯轉到愛為技術咧，俺講客家阿伯沒有其他嘅實力化哦，係講老粗嘅阿伯就會轉到來識。一下13年有20秒嘅時間，阿伯係有糖色，會轉來嘅就得嚟到1分。當大嫂無人成功，還係愛搶專門叫阿伯認出來啦。好，回來吃飯怎麼講？好，回來吃飯叫做哩，幾個哩？4個哩。對，4個哩。可是你要鴨子的語調啊，你不要哩，好，他聽不懂。好，有那個高低起伏的感覺啊。今天是去農場，那一開始是餵鴨子。那餵鴨子我覺得很不可思議，就是它竟然聽得懂人類的指令，而且是用我們全部人都想不到的那一個指令來去聽它，我們給它指令。好，一下開始4講中人的體育項挑戰。V 阿伯，大家向下溜阿伯轉到，在9隻時間內，請到阿伯轉來生涯溫度項的資料前3名各得1分。大聲一點哦，口齒要清晰哦，不要打結。哇，阿伯真健康嘅當然很記進來身呢。唔看阿伯得吧進來耶，真健康的一下。好，那接下來回來是大家。阿伯都有誒，每年的資料請到阿伯來身咯，每年還敢行險阿伯呢？經過明年的評判，係阿P顯阿
少贤、阿正义、阿爸约各得1分。然后那个鸭子，而且突然嘴巴很扁啊，这样哒哒哒哒哒，然后很痒，你知道吗？一直用，真的很好玩，可是很痒，然后后面有5只还6只在那边吃我饲料，那时候你们全部都在补饲料，结果全部跑过来。大家为所要到第2下嘅阿伯，接下來嘅挑戰同好睇啲咯。太陽嘅兩沙類比，愛同差唔多15公斤嘅陽嘅開到天橋後去，清前開到同陽嘅變好，韓國靠中就得嚟到1分。也從比賽對手係乜運動重要，故所應決定看命運用嘅安排，用籃球來決定同乜運比。聽日組帶件咯，李佩賢，王振宇，聽一組林月欣，陳8歲，陳7、3個，李少賢，李真怡。記住阿皮賢同阿健樂準備出發了。我一開始是有點用跑步，然後所以它就會有點晃，然後晃之後它就會轉，然後轉之後就會反道路，然後又要調整，然後就調整一下就會很。哇，做4項種運動辛苦，阿皮賢不但亮先，不過親密，撒本阿健樂結果。現在我們的分數都很接近，只要掉1分2分就可能會變成最後一名。哇，贏了！恭喜阿健樂得1分。跳落啊！很熱，就轉彎的時候會不平衡，然後它就歪掉。然後一開始我本有領先，後來就輸了。然後因為對手很強準備，開始！前面我領先一點點，結果後面突然歪掉，它就超前。呀，好重啊！先要快一點抵達終點，然後這樣子才可以減輕一下重量。真的不行了。也主動要放水，恭喜阿友心得到1分。也下2場都係什麼樣？阿少賢會同誰來嘅陽轉面風貌啊？我觉得在抬的时候就是很重，然后容易不平衡。那这样吗？我要赢！因为我一开始平衡就抓错，然后我抓的比较偏左边，然后呢是最后我抬到右边整个有平衡的时候就可以。运过来的时候会一直摇，然后我以为我到不了终点，结果到终点的时候，那个秧苗掉下来，就整个很惊慌，然后他就赶快求救。加油！恭喜阿正義得到1分，冇想到太陽嘅任務係3姊妹樣。3兄弟們唔好離走，必須還要動到搶分嘅機會，要堅持下去繼續打拼哦。其實啦，講中人嘅想法咪唔係都按辛苦。有限的時間，還係有動到娛樂嘅哦。接下來就會來教一個好教嘅遊戲——輸鬼遊戲。2、3人一組，1、3人坐到同嘅地方，另外1、3人同佢送到倒轉點，拿到阿伯過後，1人坐到同嘅地方，再個送佢轉來。
照速度减慢，做得3到1分。太晚了！我踩到底了！太晚了！要再前进吗？游戏开始以前，要先分组哦，大家向下抢压呗。到在阿伯师傅带下，用无抢样的色来做好，拿到抢色的人抢组，先抢到的喊做的稳哦，接下来抢阿伯哦。分组出来咧，阿皮贤同阿佑心一组，阿正义同阿金乐一组，阿小贤同阿宝玉一组。你知道为什么用跑的吗？因为我怕陷进去了，因为你就是这样子比较快，就比较不会陷进去。踩泥巴感觉有点湿湿黏黏的，然后踩下去的时候会陷进去，而且外面水很烫，然后里面很冰，就是感觉有一种不太一样的感觉。而且踩泥巴的时候感觉很疗愈，很舒服。大家准备好吗？预备，开始！推，开始推，推呀！站起来！蓝翠同绿翠竞争当激烈，红翠爱加油哦！你们不要过来，你们快慢走。绿翠卡到诶，红翠更要走先行。快点，快大步，快点速，快大步，快大步，你加油，快点速，加油，加油，你加油，没事吧？那 ，OK， 再前进一点，再前进一点。冇想到通過倒轉點嘅時節，紅翠同藍翠都立到泥雕度，半玉翠腳到翻。加油！馬上先揭出來就有機會贏啊！玉翠嘅阿皮賢愛拼到終點。游戏阿皮贤阿佑行清闲到终点得到3分。我还以为我们会最后1名，因为我们一开始卡住了。你们加油！结果他们也卡住了。对啊，他们是那个后面卡住了，然后被该被戴金乐撞到，结果全身都是泥巴。再過來看下能愛兩歲嘅情形。我對了，快點一口氣啊！重心問題，用力，全身力量。不行，你先起來。哎呀！我讓整個箱子。加油！加油！动！動了！你先整個出來，加油！藍翠先揭出來嘅，當地嘅10萬古照，風吹未揭出來嘅，味道愛贏，阿爸要貴嘅企起來，也就要機會搶到天衣名模啊！
起，蓝吹得到2分，风吹得到1分。一开始我跟他很快，对，结果就差一点点就第2名了。我们取不到重心，然后加上金的体重比我多一点点，所以说我们可能滑的时候会有点吃力，刚好找到一个平衡点，然后我们就可以顺利过来。到这边有点卡住，然后我们就赶快往前抓压就第2名了，就觉得有点困难啊！我到这边感觉几乎想放弃，超级累的。人到哪度都会感觉体皮舒爽，大家不用轻松一下，风势也够啦。大家都搞到猛去跳，决赛进行的2日，大家都挑战的无同样嘅法通，有乜嘅感想呢？营养版唔累，农夫真经动辛苦，爱出做一点点出吃到动片。不过农夫啲血看嘅时间有动到游戏做得到。其实爱到平时每做得利用一条神化用品来设计游戏，错噶，顶日上神化动作错游戏，按样就唔话无聊咧。我发现，好无同样嘅运动做得训练身体无同样嘅部位。按哥对头脑的开发也仲有帮助哦。按好哦，我要去学习。佢听到你阿姨向下去跳芭蕾哦。啊，我无会嘅。唔可以讲爱好。哈哈。我有练平先会落雪过噶。哦，我知嘅，唔想爱溜雪怎么？不过台湾那天都唔会落雪，就冇机会搞雪咧。如果决定台湾始祖維持配合，可以搞千多段可以有關嘅動發通啊！冇錯，海上嘅法通嘛，真好噶。但係一場有人講到溜雪同大海，也都係下20愛挑戰嘅業務哦。台灣有哪條素材做得溜雪呢？下20同講哦。也下嘅積分係阿玉賢同阿希賢第1。阿健樂第3，阿小賢同阿正一同阿伯瑞暫時落後。我發現有堅持，然後活潑，然後可以融入其他人跟別人合作的人，有挑戰精神的人可以進入前3強。決賽還有親民營業的業務，聽說愛聽的會向下來去搞哦。我從來很少就體驗到這種東西，而且我媽她很怕我衣服髒掉，所以就是沒辦法讓我盡情玩，這樣，可能最多是玩沙子，泡到沙子裡，來體驗這邊農村生活。我覺得很新奇，但是有時候也需要付出很多的勞力，但我覺得這次體驗，我覺得很值得。